毛小孩何处去？位于安平区洲平2街有一座宠物运动公园，广植草皮，保留多株木麻黄老树，饲主与宠物可以安心自由在这里尽情互动玩耍。台南市安平宠物运动公园停车方便，厕所俱全，同时也设有多项设施，各犬种皆能找到合适的游乐设施。轮胎架提供狗狗跳跃， A 型板及天桥提供登高、横渡，并且开始下降，完成超越障碍。S 型杆让狗左右穿越杆子。轮胎隧道提供狗狗走路前进。市民朋友们假日带着家人、毛小孩到安平走走，人们不仅可以欣赏美景、舒展身心，毛小孩也可以充分的运动，增进饲主与宠物的关系。市府也期许将台南打造成为一个友善动物城市。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，为满足市民运动需求，提高市民培养运动习惯的便捷性，积极寻觅合适场地，新建全民运动馆。台南市首座室内复合式运动中心——永华国民运动中心，场馆内运动设施种类众多，包括游泳池、体适能中心、各类球场、韵律教室等，是提供民众运动休憩的好地方。目前于安南区也规划新建全民运动馆，结合志洪河道，规划跨越河道的2栋建筑体，结合水路规划，将成为在地的特色建筑。提升运动风气与打造运动城市，一直是台南市政府的目标，希望能提供台南市民充足且友善的运动环境，让民众用得到、用得方便，随时能运动。台南市作为一个宜居城市，老少咸宜的公园不可或缺，为完善规划公共儿童游戏空间与亲子友善基础设施。未来如有新辟建公园或大型整修工程，将会考量该地区的地形、地貌、历史纹理、在地特色、天然环境等，并且邀请当地民众及专家共同参与讨论规划，打造出真正符合地方居民期待的
特色公园。请节目湾里休闲公园正式完工启用，掌声鼓励。湾里休闲公园原是人工湿地，市府投入3000多万改善成休闲公园，占地3.5公顷，打造200坪特色游戏场域，为该区最大公园绿地空间。民和公园，台南市第一座地景式游戏公园，运用斜坡地形打造攀爬网、水管溜滑梯等游乐设施，非常适合小孩子挑战体能，体验刺激的快感。请剪彩。健康绿洲公园以1661台湾船为发想，建构一艘复合游戏船，350坪的游戏场域，投入3300万元经费，打造南区优质生活圈样貌。我们除了这个健康运动公园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公园都是市府独资来建设。我们希望说建更多的公园，让孩子的笑声就听到孩子的笑声跟欢乐声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这个公园走走逛逛。和顺公园恐龙沙坑游乐区，让小朋友体验在沙坑内挖恐龙化石的乐趣，吸引许多小朋友玩乐。以探海历险趣为主题的港滨历史公园有4大主题区，让孩子能享受在海洋探险的乐趣。台南市第一座环形滑轨特色游戏场，总长65公尺，体验滑轨绕行一圈的快感，全宁式游具，提供社区居民休闲空间。近年来，台南市政府已规划辟建45座特色游戏场域，截至目前已完工20座特色公园，将持续落实市民参与机制，重视儿童游戏权及活动安全性，避免游具罐头化，也将考虑游戏趣味性，并与环境结合，一步一步实现一区一公园，让台南成为一个亲子友善的城市。